出開平價 laptop 嘅廠，你今次真係賴晒嘢。呢部就係 MacBook Neo，係Apple 新推出，亦都佢哋史上最平嘅 MacBook。佢價錢係4799起跳，4799你得到嘅係一部有13寸 IPS Mon、用合金機身嘅 laptop。呢樣嘢喺呢個價位已經聞所未聞㗎啦。佢仲有4隻我覺得幾分嘅色，有銀色、定藍色、胭脂色同埋柚黃色，仲配埋個同色系嘅 keyboard 俾你添。佢仲有 Touch ID 指紋解鎖、1080p webcam、側邊發聲喇叭同埋一個咁寫包單，好過大部分出邊平價機嘅 trackpad。雖然佢用緊舊少少 A18 Pro 處理晶片同埋得8GB RAM，但係佢依然係一粒好快嘅 chip，我估應付大部分文書工作絕對綽綽有餘㗎啦。官方仲聲稱有16個鐘嘅電池續航力，佢唔係所有嘢都開心仔嘅。呢部 MacBook Neo 冇 MagSafe 磁吸插電，側邊得2個 USB-C port， 其中一個仲得 USB 2速度，所以只係播到一個60Hz 嘅 4K Mon。佢 keyboard 冇背光燈同埋用緊舊款跳板式嘅 trackpad， 但係4800蚊，大佬你仲想點啫？仲要如果你係學生嘅話，個價錢係3999起跳。Apple 真係做爛事，冇諗過有生之年我會見到一部 MacBook 係平過 iPhone。如果想跟貼最新科技資訊，follow 服務。